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超过1/4的老大人运动量拢无够标准，甚至有长辈爬山时间拢坐咧。不过，运用这款无人无人机来引导老人运动，动作将骹球踏入门同款，帮助提升注意力甲手脑反应。连肖局长嘛相当有兴趣，无放弃练习机会。无人机对我们老人家是一个反应的能力。可以考验我们的反应能力，训练我们的大脑。需要手脑并用的，也有国体社区经济活动的长辈，利用废弃的牛仔裤等材料所制作商品，让伊享受精彩晚年生活。参加的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他们对那个缝缝补补很有兴趣的老人，他们来学习的时候。会增加他们的那个脑力的活动。台市社区关怀据点推动教导，不止带动社区的生机甲活力，同时嘛结合大学的社会责任，以金华社区为例，就引进智慧共生的方案，让时大人伫五路当中达到运动效果，并享受运动的趣味。一些数位的训练设备，希望借由游戏的方式，可以让长辈可以更轻松的去做他们的生活上的训练，包含像是手指的握力，然后以及他们的整个的神经的这些反应，让他可以去在这个游戏中去协调的去训练这些他们很重要的生活的这个身体的能力，这样。台南这在地据点所展现的服务成果，除了让社会看见长辈活力甲创造力，由中华经典社区促进联盟所主办的各方论坛，今年第8档嘛首次刷到台南，其他三关学研合作，针对共生社区、心灵照顾甲全龄守护等3大主题展开交流，达到据点创新发展的契机。希望带着我们的所有在据点的伙伴们，能够透过一些大家的一起讨论，我们是要更深度的凝聚整个社区里面的力量。那不只是长辈，那我们希望从社区共生，从年轻的到年长的，那我们不要去翻转到以前是单独被照顾还是照顾者，我们是社区里面所有的人。照顾社区里面所有的人。高龄基本上，其实呢，在迎向未知的创意生活，能够展现最大的不同。所以，他一边维护了传统的价值，他另外一边也能够创造不一样的生活的艺术。据点的经营大概就有4大指标：电话问安、居家访视，还有健康促进，还有就是共餐。这些的工作大家已经做了 N 年了啦，那我想也是必要做一种翻转，然后来吸引更年轻的老人来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还有鼓励男性要走出来。面对超高龄社会，社区关怀据点如何结合资源，以每一个人拢是照顾者的新思考来迎接未来挑战。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